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單咧比較搞笑少少嘅新聞，係啦。咁咧清明節嘅前夕啦，最近咁啊有位市民咧去拜山，咁啊點知咧發現咧先人個墳墓啊，竟然咧俾人剷平咗啊，仲要係政府做嘅，事前咧完全冇通知過家屬啊。咁呢個頻道咧專門為大家咧搜羅香港咧熱辣辣嘅花生時事同埋社會奇聞啊，由網絡熱話到街坊趣聞。如果你都係中意聽呢一類型嘅話題咧，記得要訂閱我嘅 channel， 咁就保證咧你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嘅精彩片段啦。唔知大家咧清明節啊最近有冇拜山呢？我哋咧香港人咧就習慣咧清明節啊、重陽節咧就去掃墓嘅，咁啊帶齊一啲燒豬啊、生果啦、係啦雞啊、係一啲嘅元寶蠟燭香啦，係啊同先人咧傾下偈咁樣啦，執下呢一個嘅一啲雜草啦，即係可能嗰個嘅墓碑嗰啲啦，或者係呢一個骨灰龕嗰啲位置。但係有冇諗過呢？有一日呢，你去到嘅時候，發現呢，成個墳墓唔見咗呢，唔係塌咗啊，唔係自然侵蝕呢啲嘢啊，而係俾人剷平咗啊！咁呢件事呢，發生喺中國寧夏銀川市嘅。咁有一位市民呢，趁住清明節嘅前夕啦，就去咗呢個嘅賀蘭山森林公園附近呢，諗住呢拜祭佢嘅外祖父啊。點知去到嘅時候呢，做乜揾極都揾唔到嗰個墳墓呢？再睇真啲，哎呀！個墳墓嘅形狀都唔同咗啊！再行埋啲，喂，原來成個墳咧俾人剷平咗啊！佢當場咧就嚇親啊，心諗：喂，我阿爺個墳墓去咗邊度啊？係咪我記錯位置呢？然之後咧，佢問一問附近嘅工作人員啊，先知咧原來咧原民政局咧話嘅指示啊，話要將呢一個嘅墓地整治一啲違規嘅地方，係啦。你話清明節啊係中國人咧最重視嘅傳統節目啊，一年一度咧先至同先人啊係掃一次墓啊，團聚一次傾下偈啦。點知咧去到咧得翻呢一塊平地喎，你話個心咧有幾咁唔舒服啊？咁原來咧當地政府咧喺舊年8月嘅時候咧就出咗公告，話要咧整治違規嘅墓地禁止喺呢個風景名勝區啊、自然保護區呢啲地方咧佢哋起墳墓啊。咁限期咧就係舊年嘅8月31號啊。如果預期冇自己搞掂冇拆嘅話咧，政府咧就會幫你搞掂，幫你拆咗佢啊。咁呢位市民嘅外祖父個墳咧就係80年代起嘅，咁啊幾十年歷史啦已經。咁啊政府就話啦，聯絡唔到家屬啊，所以咧就直接剷平咗啊。幾十年嘅墳墓啊，政府話咧聯絡唔到咧就直接剷咗佢啊。咁呢個事件曝光之後咧，呢一個嘅荷蘭原民政局咧就承認啊。喺平墳前咧，確實咧冇通知到家屬啊，話因為咧墓地嘅位置偏僻啊，聯絡唔到家屬啊。佢哋話呢一個工作咧係由呢一個自然資源局咧組織去到實施嘅，民政局咧只係負責咧監管啊。而家相關嘅領導會同咧家屬見面溝通，希望可以解決問題啊。呢單嘢就唔知邊個跟開啊，係啦。總之咧佢有幾個部門嘅就係。咁呢單嘢呢，其實表面睇啦，就係咧政府咧依法行政啦，整治呢一個違規嘅墓地啦，保護自然保護區啊。但係背後咧，亦都反映咗咧係傳統習俗同埋現代法規之間嘅矛盾啊。幾十年前呢，先人安葬嘅地方啊，嗰陣時咧可能咧都仲係荒山野嶺啊，冇話咧唔俾起墳墓嘅。但係隨住城市嘅發展咧，嗰度咧可能已經變成咗呢個風景名勝區啊、自然保護區啊。而政府咧就話要清拆，但係問題係啊，政府咧有冇做好呢個溝通啊？有冇諗過咧家屬嘅意願啊嘅感受呢？有冇一啲替代嘅方案呢？定係只係咧直接一刀切，限期一到咧就直接剷平啊？好似今次呢件事件咁樣啊，無端端隔咗1年去之後咧，個墳墓都唔見埋。咁嗰陣時其實個心咧應該都會好緊張啦。咁我揾邊個人去到查詢呢啲嘢呢？都幾麻煩下嘅其實。唔知各位街坊又點睇呢一單嘅事件啊？